我叫 Gloria 歌莉雅，咁就而家咧，其實全職都係用音樂去做我嘅工作嘅，咁都幾開心㗎。因為咧，我除咗可以繼續出到自己嘅專輯之外咧，我又可以繼續教學啦，即係教好多唔同嘅年齡層嘅朋友都有嘅。咁教音樂啦，教唱歌啊，創作啦。最初點解會加入基金會做義工咧？諗起咧，因為好多年前啊，其實係我啱啱出嚟社會做嘢冇耐嘅事啦。咁我見又可以咧用音樂同一啲 BB 分享啊，令到佢哋可能佢哋嘅生活裡面有多啲音樂嘅元素嘅嘢啦。咁所以我一下子即係譬如第一次佢哋接觸我話你可唔可以教我哋嘅合唱團咧？我當下只係覺得完全冇考慮，一秒都冇考慮咧，我就答應咗啦。基金會搞嘅活動裏邊，令到我最難忘嘅咧，我估其實有好多都有㗎，因為包括可能喺山頂做一啲活動啦，有時咧因為需要啲小朋友咧，佢哋嘅合作性啊，或者佢哋要準備好多歌曲去表演啊，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嘅即係譬如喺商場啊，喺唔同嘅地方嘅一啲演出咧，其實我印象都好深㗎。喺幾年前咧，我哋去咗醫館嗰個地方啊，咁我好記得咧，當時咧我係教晴欣咧，佢去表演一個即係可能自彈自唱啊，hold 一個自己嘅 performance 嘅。咁話說咧，晴欣咧係佢好細個啊，即係佢講緊咧可能係都有成10幾20年前嘅啦。咁佢當時仲係幼稚園嘅，咁我有教過個基金會嘅合唱團啦。咁全部咧都係幾歲嘅咋，咁但係去到我講緊呢一個醫館嘅表演咧，其實已經係去大學1、2年班啦，咁所以哇係眨下眼咧，係睇住佢成長到變咗一個成年人咧，我覺得係好 amazing 嘅。咁我亦都覺得佢嘅音樂都好好啊，因為佢會有自己寫歌啦，咁係可以透過音樂去表達到自己，去抒發佢嘅情感，我覺得係好叻嘅。而見到基金會嘅小朋友，可能佢好成長得好好啊，又變咗其實已經成年啦，而且又繼續有自己嘅空間啦，我覺得係好 amazing 啦。成日咧都會聽到人哋講話做義工啊，會幫到好多人啦。咁其實對於自己嚟講嘅得着係咩咧？我覺得其實係雙向嘅。基本上每一次如果我係做緊一啲義工嘅服務，例如佢都係關於音樂嘅話咧，可能我天生我真係好中意呢樣嘢。咁所以會唔會咧？當我無論係咩形式都好啦，我去分享緊音樂呢樣嘢咧，我自己都會好開心。咁我自己都會覺得開心之餘咧，我又會充滿咗力量。咁充滿咗力量又會繼續去同人哋一齊交流啊，分享音樂喎，即係繼續做一啲義工性嘅工作咧，我又會好開心。咁呢一嚿開心咧係會一路越滾越大㗎啦。咁所以對於我嚟講，我諗都係開心啦，即係我自己又開心，人哋又開心。咁你話係咪好美好咧？